他这里也讲了，就是说是，什么降服啊，就是说，这个隐藏呢，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神啊，就神圣的佛藏品，并且呢，就是开启的时间呢，降服所有的贵神呢，他们立下了这个实验担当，就是当时这个开启的时间全部都已经谁来这个开启的人物也已经就讲得很这个清楚的。那么这个开启以后呢，就是这个是怎么这个使用就这么使用就这些就是窍诀就是秘诀就是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制造违愿的一些邪魔外道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加以这个降服就是加以这个降服，就是这些道理呢，也是就是讲得特别这个清楚的。那么莲师曾经呢，也是这个亲口承诺就为了乃至这个佛法住世期间，一直以幻化这个以化身这个护持藏土的这个百姓，并且呢这个就是祝福藏地这个12地僧母，还有呢21个这个优婆舍13个省。那个个省，我看到有个人翻译的说是12个个省，是不是那个省翻译的？凡是有这个很多的贵省呢，就是进行这个降服就是可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可能看过的人都清楚，就是当时他来的时候呢，就是整个我们这个藏地的话呢，就是非常贵神就是非常就是多的，就是一般来这个就对众生有利的这些佛法的话呢，就是很多贵神都根本不愿意呢，就是在这里这个弘扬。但后来就是大师的这种威力的话呢，即使这个菩提萨埵和这个国王持众都真的是无可奈何的时候呢，就是通过他这个密咒力就是密咒的这种咒力呢，就是将那个桑叶就进行这个奠基，然后呢，他现在有些历史学家呢，就是说是这个桑叶的话呢，就是也做了几次这个下技术，就是莲师是第3次来的，好像有一位博士是这样说的。但这个历史学家的这种说法跟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说法呢，有些时候呢是这个相同的，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不相同的。他们是完全是这个是一种学术的角度来开始莲花生大师来的时候他是就是多少年，就是然后他跟这个国王之中斗争中间的这个年代是怎么，就每天只是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研究的。那我们呢，应该就是说是莲师的这种深刻意的加持就融入自己的这个心。那么莲师当时呢，就是做这个教护的这些这个护法神就一直到这个现在的话呢，就是也是就是保护住整个这个地方就包括我们藏地这个学法的很多道友的话呢，就是也是依靠就是这些那个就是什么就12这个地僧12地母的一些仪轨12地母的一些其实那个祈祷文就是这些都是有的。原来那个大概在这个文革期间吧，就是上师如意宝呢，就是专门就是有一个祈祷文那个祈祷文呢就是也说你们这个12地僧母曾经莲花生大师面前是怎么样这个承诺的，现在我们这个藏地呢就是变成就是如何的这个状况就是你们是不是已经睡着了，你们是跑到哪里去了。后来我看到就是印度一位大德的话呢，他也当时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也是一个祈请文，但是这个内容的话呢，基本上是不谋而合的，就是不谋而合。但后来不久的将来的话呢，那么就是那个佛教的话呢，就是再次这个兴盛就是确实可能有时候说这个护法神就是需要这个劝请比如说我们有些发心人员呢这个中间有点累了，就是有点不听话的时候呢，狠狠的批评一下，然后批评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马上已经清晰了，对，我还是原来干这样的，然后就开始打电脑。所以12地僧母中间呢，就是一段时间呢，就是他们这个保护的不是很好的，但后来呢，还是这个也很不错的，就是尤其是如今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确实是这个对这个护法就这个佛法就是保护的很好的，就包括在藏地的话呢，有些外道的殿堂有些外道的一些教徒的话呢，就经常就是不顺利就是原来的是他们在藏地就是建一些其他这个宗教的一些殿堂，但后来的话呢，就是始终都是不成功，就是遭受
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违愿呢。然后有些那个藏地呢，就是特别比较这个庞大的那些组织啊，就是那些其他的这个教徒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就很多行为的话，完全是不成功的。就是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是还是有目共睹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这个加持啊，就是的确也是可以说就是不可思议。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可以这么说，就这一点也是我并不是因为我是那个这个藏族人喜欢莲花生大师，其实莲花生大师也是不是藏族人，就是他是印度人。然后那个就是但是我们觉得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管是哪里的这个人啊，就是一定要就自己要。就经常这个祈祷莲花生，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真的是对莲师的这个信心很大的啊，就是以前的这些成就者们。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自己的修行也是肯定会这个成功的。我经常这样想，看一个人对莲师有特别大的信心的话呢，我这个人肯定修行会成功的，就是反正自然而然就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别念啊，就是这个分别念呢，我觉得还是背后有很多的这种丰富的这个教理，就是只不过是不彰显而已。好，讲到这里。